楼阁莎士比亚名制的人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嚎，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疾管。就莎士比亚，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钱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可是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莎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但却使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莎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他的目的始终是反莎士比亚充实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复利。莎士比亚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2个字：现在。莎士比亚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导师。莎士比亚千万人的失败，都就是失败在做事不彻底，往往做道理成功上差一步就差一步。莎士比亚炭火必须使它冷却，否则那烈火会把心儿烧焦。莎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还会信任什么真理？莎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莎士比亚，我的言语高高飞起，我的思想流下，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莎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莎士比亚让我指点20个人做人的道理，倒还容易，可是要我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奉行自己的教训，就没那么简单啦。莎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必须三思而行。莎士比亚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钱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而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莎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说东道西，就会犹豫不定，反把事情耽误了。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志气连，寸步难移。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但不要狭隘。莎士比亚起先的冷淡，将会使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莎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醒，首先要自己成醒。莎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那些攀龙附凤之徒本也跟在他后面匍匐批评的，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莎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莎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毫无价值。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挞，才不会过分趾高气扬。
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他们掩盖，才不会完全绝望。莎士比亚，我可以教训20个人，3步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履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尽谢不敏了。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莎士比亚装傻的头也是要靠才行的，他必须窥视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然后像窥视田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原因一样，每个机会都不放松。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莎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酬，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悲。莎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莎士比亚万事总居首，权力派不能再问良心。莎士比亚爱和炭相同，烧起来的没法叫它冷却。莎士比亚一套衣服、一顶帽子的是样时髦不时髦，对于一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莎士比亚只需一阵烈风就能把乌云吹散，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场风暴。莎士比亚失去了诚信，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莎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时间便把我荒废了。莎士比亚，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恋人的眼中有他净化了的火星，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波涛，他又是最智慧的疯狂，梗头的苦味，吃不到嘴的蜜糖。莎士比亚，青春是块原料，迟早要制作成型。莎士比亚，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即使身旁没有诱惑的力量。莎士比亚，若有旱烟，其实岂知莎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莎士比亚，人的一生是短的，但如果卑劣地过这短短的一生，就太长了。莎士比亚，您的花言巧语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莎士比亚，人在不走运的时候，总是带出一副老。莎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风。莎士比亚，报复不是勇敢，忍受才是勇敢。莎士比亚，自古红颜多过命。莎士比亚，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灵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
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漂亮的阐发给俊俏的脸蛋平添光彩。莎士比亚直到再找不到对手，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莎士比亚人生苦短，若虚度年华，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莎士比亚90上得来的朋友，等到就进尊空，转眼成为路人。莎士比亚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秃顶，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大群秃顶的徒子徒孙。莎士比亚爱情不是花映下的甜言，不是桃花源中的蜜语，不是青年的眼泪，更不是死硬的强迫。爱情是建立在共同语言的基础上的。莎士比亚天色越是晴朗空明，越显得浮云的浑浊。莎士比亚名字有什么关系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它还是照样芳香。莎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莎士比亚音乐有一种魅力，可以感化人心向善，也可以诱人走上堕落之路。莎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夷为平地？当一座山推倒以后，另一座山又已经堆了起来。莎士比亚毒药有时也能治病。莎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是每一个莎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真诚的爱情永不是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莎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就如同假装士兵的莎士比亚生命的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遥远的后世。莎士比亚时间正像一个趋炎附势的主人，对于一个邻去的客人，不过和他略微握握手；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却伸开了两臂，飞也似的过去抱住他。欢迎是永远含笑的告别，总是带着叹息。莎士比亚不应当急于求成，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锲而不舍。时间会成全一切，凡事开始最难，然而更难的是何以善终。莎士比亚大海有涯岸，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莎士比亚，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不要一个贪睡的巨人。莎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莎士比亚爱和看相同，烧起来的没法叫它冷却。莎士比亚，假如我必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把它拥抱在我的怀里。莎士比亚没有比正直更不得已。莎士比亚血液中的火焰一燃烧起来，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好感。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白糖上面浇蜂蜜，蜂蜜上面盖白糖。莎士比亚心灵的伟大表现的并不明显，因为莎士比亚尿泡虽大无精长，平驼虽小压千斤。莎士比亚有德的妇人，即使容貌丑陋，也是家庭的装饰。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莎士比亚眼睛就好像总是那三个人丈夫。莎士比亚竟有爱早，还是爱逐境迁。莎士比亚勇气是在魔镜中生长的。莎士比亚爱和碳相同，烧起来得设法叫它冷却，让它任意着，那它就要把一颗心烧焦。莎士比亚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可是这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弃不顾。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樊篱。莎士比亚你要看见朋友之间用的这不自然的礼貌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感情已经衰落。莎士比亚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遥远的后世。莎士比亚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都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像它一样的无常。莎士比亚最深刻的真理是最简单和最朴素。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患难相济，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莎士比亚人世间的贺光荣，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为了身外的福民，牺牲自己的良心。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衷心的最好说明。莎士比亚正像太阳会从乌云中探出头来一样，不依出图，可以格外显出一个人的正直。莎士比亚谁告诉我真话，即使他的话里藏着死亡，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他。莎士比亚一切礼仪都是为了维持那些虚应故事的行为，言不由衷的欢迎，出尔反尔的因情而设立的。如果有真实的友谊，这些虚伪的情事就该一律摒弃。莎士比亚，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责罚更痛苦的，也没有比服侍他更快乐的事了。莎士比亚宅门八字朝南开，有礼无钱莫进来。莎士比亚忠诚的爱情充溢在我的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莎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会把平行线刻上美人的额角，会吃掉稀世珍宝。
士底亚因穷失时把头低，凤凰落下不如莎士比亚。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亲莎士比亚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动。莎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莎士比亚抛弃时间的人，时间抛弃他。莎士比亚在紧张的行动中间，言语不过是一口冷气。莎士比亚良心无非是懦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他们害怕强有力者借它来做搪塞。莎士比亚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莎士比亚爱情里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莎士比亚淳朴和忠诚所呈现的领悟总是可取的。莎士比亚有德必有勇，正直的人绝不胆怯。莎士比亚行为无价宝，甚为富身术。莎士比亚有德必有勇，正直的人绝不胆怯。莎士比亚为剑往往是非野心的阶梯，凭借着他一步步爬上了高处。当他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他便不再回顾那梯子，他的眼光才夺目仰望云霄，瞧不起他从前所视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梯。莎士比亚最理想的境地既不可达，人往往不知退而求其次。莎士比亚和狐狸打交道，你必须比他更有心。莎士比亚生平不足的盛世突然养成一匹懦夫，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莎士比亚强有力的理由产生强有力的行动。莎士比亚熄灭吧，熄灭吧，瞬间的灯火。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莎士比亚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我们血肉的邪心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唐的结局。可是我们有的是理智，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淫欲。莎士比亚虽然全是一头不直的熊，可是金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莎士比亚好酒无居招牌。莎士比亚有很多良友，剩余有很多财富。莎士比亚无数人世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胚胎里。莎士比亚老实人从来不吃亏。莎士比亚为了之前是请求，记得之后是命令。莎士比亚爱情的野心使人备受痛苦。莎士比亚酒池上得来的朋友，等到酒尽樽空，转眼成为路人。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这二飞虫们早就躲在不知去向了。莎士比亚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这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声誉，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莎士比亚不良的习惯会随时阻碍你走向成名、获利和享乐的路上去。莎士比亚傻瓜的迟钝是才子的磨刀石。莎士比亚，我们一个指头痛疼的时候，全身都会觉得难受。莎士比亚善恶的区别在于行为的本身，不在于地位的有无。莎士比亚金钱是个好兵士，有了它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莎士比亚愚人的蠢事算不得稀奇，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笨。莎士比亚诡计需要伪装，真理喜欢阳光。莎士比亚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莎士比亚爱你自己要爱在最后，真爱那些恨你的人。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略多的好处。在你的右手里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之，免得嫉妒之徒说闲话。做人要公正，不要怕。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应该是你的国家、上帝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莎士比亚谣言会把人们所恐惧的敌方军力增加1倍，正像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2句话一样。莎士比亚轻浮和虚荣是一个不知足的贪食者，他在吞噬一切之后，结果必然牺牲在自己的贪欲之下。莎士比亚老实人就是傻瓜，虽然一片好心。莎士比亚谣言是一只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莎士比亚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否显得早是莎士比亚为失策找理由，反而是该失策更明显。莎士比亚习气那个怪物，虽然是魔鬼，会昏掉一切的羞耻心，也会做天使，把日积月累的美德善行熏陶成自然而令人安之若素的家常便饭。莎士比亚没有比正直更富的遗产。莎士比亚统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也不曾比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莎士比亚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更多的好处。莎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风。莎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中毁灭了自己。莎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莎士比亚任何大人物的张氏，无论是国王的冠冕受证的宝剑大将的琼标，或是法官的礼服，都比湖上仁慈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莎士比亚什么地位、什么面子，多少愚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而凛然而生。为莎士比亚，老实说，就有许多大人物，尽管口头上拼命讨好平民，心里却一点也不喜
欢他们。莎士比亚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奇才异能，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他就等于一无所有。也只有在把才能发展出去以后所获得的赞美声中，才可以认识它本身的价值。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伸手时化作甜蜜。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但思想却使其中有所不同。莎士比亚人生就像一段重复叙述的故事一般，可见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离口，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莎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里有莎士比亚。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它奔得太快，会把力气都奔完了。莎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莎士比亚命运如娼妓，听见遭遗弃。莎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莎士比亚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因为思想莎士比亚两个人骑一匹马，总有一个人在后面。莎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等一事无成。莎士比亚传播思想，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莎士比亚，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有多少舌头，多少手，多少意外，就会有多少犹豫，多少迟延。莎士比亚你写诗句，和他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在月夜他的窗前，你用做作的声调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你用头发编成的外环指解虚华的事物，琐碎的玩具花束糖果，这些可以强烈地骗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兴致来偷的她的情。你用诡计盗取了他的心。莎士比亚，我们粗心的错误，往往不知看重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贵的事物，直至丧失了它们以后，方是认识它们的真假。我们的无理的增贤，往往伤害了我们的朋友，然后再在他们的坟墓之前追凶哀泣。莎士比亚浪子挥霍的是他的祖业，财迷葬送莎士比亚。虽然权力是一头不直的熊，可是金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上天生上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上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莎士比亚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
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莎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往往做到一成功只差一步就停下来。莎士比亚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却是用眼睛来恋爱。莎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练的法官。莎士比亚俏皮话就像练剑用的钝刀猴子，怎样使也伤不了人。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莎士比亚志愿不过是己意的努力，总是有始无终，虎头蛇尾，像未熟切果子密不树梢，一朝红烂就会离去枝条。莎士比亚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教堂屋顶上的风景标变幻莫测。莎士比亚适当的悲衰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莎士比亚恶人的友谊一下子就会变成恐惧，恐惧会引起彼此憎恨，憎恨的结果总有一方或双方得到就有应得的死亡或祸根。莎士比亚谦虚是最高的克己功夫。莎士比亚欺人的期望是一个佞人。一个时刻，当死神将要温柔地替人解除生命的羁绊的时候，虚伪的希望却拉住他的手，使人在困苦之中苟延残喘。莎士比亚尤其是小孩子的工作。莎士比亚社会建筑在实力上头，所以实力变。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已口，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莎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莎士比亚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莎士比亚地又远，春乃有季，有容则乃大。莎士比亚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奇才异能，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他就等于一无所有。莎士比亚皇上就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罢了。一朵紫罗兰花，而他闻起来，跟我闻起来还不是一样。他头上和我头上和顶着一方天，他也不过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啊。把一切容钱丢开，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乡，那么他只是一个人罢了。虽说他的心思寄托在比我们高出一层的事物上，可是好比一只在云霄里飞翔的老鹰，它有时也不免降落下来，栖息在枝头或地面上。莎士比亚，如果我们生命的天平上，一边没有理智的平衡，另一边情欲的平衡，那么我们身上下流的欲念就会
堂透顶的结局。莎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莎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彩饰，会在美人的额上掘深沟浅槽，会失掉稀世之珍，天生丽质，什么都逃不过他那横扫的镰刀。莎士比亚衣服新的好，朋友旧的好。莎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莎士比亚人们在被命运眷宠的时候，勇倔强弱至于贤不孝，都看不出什么分别来。可是，一旦为幸运所抛弃，开始设立惊涛骇浪的石头，就好像有一把有力的大扇子，把它们扇开了，柔弱无用的都被扇去，有毅力有操守的却会着力不动。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莎士比亚良心这玩意儿使人变胆怯，想做小偷，害怕谴责，想谩骂重伤，又怕斥责。良心是在人内心造反的最怕寂寞的家伙。莎士比亚恋爱是盲目的，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所干的傻事。莎士比亚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伍，因为谁是那样刚强，能够不受诱惑呢？莎士比亚先言蹉跎，来日无多，20隶书，请来问我。衰草枯杨，青春易过。莎士比亚思想自由的精灵。莎士比亚上一页123456名言佳句，作者名彦一名英国培根。莎士比亚谚语歌德欧洲巴尔扎克高尔基毛泽东鲁迅雨果法国马克思富兰克林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泰戈尔维吾尔独爱默生苏霍姆林斯基托夫勒列明七塞诺卢多美国德国爱现生王田苏联日本阿拉伯契诃夫俄罗斯信基督教来到教堂演讲，亚里士多德列夫托尔斯泰更多名言佳句分类人生、生活、爱情、智慧、真理、时间、科学、思想、人类生命、工作、劳动、幸福、友谊、知识、成功、力量、社会价值、创造、理想、道德、自然、更多。游戏人数到大陆讲学。吴正之教授从中文老师转为历史老师呢。为道神言山庄义和盛行简介，建筑外观17平米弥勒人，山门入圣宫，附近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一山洪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
片啊，神元专长育儿现场，研究孔孟圣代。真是满中文呢，好厉害呀！就那么难的地方不是。我的导师李永士老师。综合成全班、欣赏精湛班、讲训班、素食烹饪班、爱强塑料。你要试完后来去德国讲师，检讨世界道场开荒，东南亚及南亚、印度爱心活动部众办到家，早成全就及济贫。2楼后办事图书馆，3、4楼先天大佛堂，佛龛中央大字有20个字。在家里叫
班，青口班，年终悔过班，联合体会班，有4年制学界课程教室之至善班、在职班、精中班。现在大厨房及餐厅全服务师委举办学界大专高专夏令营、冬令营、子训营、传灯营。大专营学员打扫设置村街道及道路甲做环保，举办国中小夏令营及在后山举办萤火晚会。上堂举办的重要活动：1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3楼天天佛堂开坛典礼。金颂老师，东北人会不会是满清？满清啊，满清8旗的。总统回关田乡西庄纪立明神人山庄义和上堂。母亲节感恩，中秋节感还师恩母德，重阳节敬老。表扬3代弘唐经有亲口修道者，表扬修道亲口50年者。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游娱乐园。参加一贯道总会的台南县永康办事处举办的新闻改革文化讲座夏营及新营，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95年4月15日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上堂举行。95年9月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原治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参访联谊。南区点传心联谊，基础组单位参访神元山庄义和上堂。91年11月24日一贯道各组县道亲联谊。93年11月7日一贯道彰化县知会身心灵宗教之旅。学界道场义和与纯阳单位联名，参加神威仙台山一贯道大道场运动大会，参访高雄县6威乡神威仙台山一贯道大道场，参访台南县南化玉山宝光上堂。道光祖道清参访神元山庄义和上堂。新义组南清单位道清参访神元山庄义和上堂。新义组纯阳单位道清参访神元山庄义和上堂。96年7月一贯道花莲县知会道清参访神元山庄义和上堂。宜兰台北道清参访神元山庄义和上堂。常有各地道清游览车队来山庄参访。国外参访，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尼泊尔及南
等。很多国家成立一再道总会，例如中华民国、美国、加拿大、印尼、泰国、日本等等。另有一位大世界总会，对外保证遵守圣训、修道不老化、半岛科学化与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先道，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上网后找搜寻网站再输入一位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本恩义不成前人再生时迈地，不路有人走的道德。重庆州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及新建武圣宫提供道新词，与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全员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0669019992。0669000008，台南县端田乡社子村19号。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娱乐大道场。谢谢观赏中华民国96年9月。吴正追老师以前当过中文系老师啊，你中文系的也有他的学生。后来转为历史系的教授。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建筑外观：17平米娱乐园。台南关田。门武圣宫。附近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山洪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新建中的武圣宫共正部大菩萨。开荒国万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似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师承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
电脑程式能够念吗？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重新很少见的戏呢。一人脚北右指。道清捐款兴建的四道之门子显圣道场。吴正基教授，我的导师，我的中文学院院长。胜利玄关3600胜48000钱。前基督教徒，还有道教。